叶波，叶波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冷静啊，那个人不人鬼不鬼的，又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哎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？你不会认罪作父了吧？没时间解释。总之是大哥和我计划好了来救你们。离婚？太上皇！哎，我就知道太上皇会来救我们的。哎，太上皇！我已经把求救信息发给大哥了，他们在来的路上。我们走。爸爸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……你只是帮着外人来欺骗你爸，你只是演一场苦肉计来欺骗我的感情。可是我告诉你，选错人了。我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，而没有感情的人是不会被利用的。你什么都知道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带我来？哼，你以为我这么容易相信你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毁了他的，而且我要好好的利用他，等着李焕自动上门。你知道我们的计划，反而利用我，你还是我亲爸吗？本来我想着，你如果是真心投奔我的话，我也只不过是把你当成一条忠心耿耿的狗。可是，我一点损失都没有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竟然放着荣华富贵和长命百岁不要，偏偏沉溺于儿女情长、风花雪月，你太没有出息了！就算没有出息，这帮人，我守护定了。叶波，你太 man 了！一介草包！就算我是草包，我牛宝宝，我今天就厉害给你们看！呀！叶波，你怎么样？三王爷，真是如此不可教，什么都不会还学人家逞能。虎毒不食子，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放过，真是令人发指！你就别替我操这个心了，好戏才刚刚开始，吉时就要到了，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和你的情郎李欢吧。阿飞，在，把冯峰给我带出去，看静候李欢的大驾。你又要干嘛？不许伤害李欢！冯峰，你伤害我干什么？你在哪儿？姐姐，冯先生，冯峰，老实点。姐姐。叶波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要知道，我以前你不在的时候，每天都有练瑜伽的。对不起，以前都是我。我只是想考验你的真心。我要是早点接受你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太矫情了。你别这么说。其实，我觉得现在这样特别好，特别刺激，能跟你一起死，我很幸福啊！你别瞎说！别！瞧我这张烂嘴，我们还会白头偕老，还会长长久久。你还得给我生一窝小牛宝宝呢。你又瞎说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想这个？好，我什么都不说了。芬妮，其实
我真想像现在这样，安安静静的看着你，我就知足了。说好什么都不说的，为什么说那么多煽情的话？别哭，好，说好了，让我安安静静的看着你，别哭了。伯父，您能把那把北魏孝文帝的宝剑借给我们吗？那把剑可是我花重金收购回来的，借给你。你就是个土豪，根本不懂得欣赏什么古董、什么宝剑，还有这些破瓶子。你就别再往自己脸上贴金、附庸风雅了，好不好？你这还怎么说话呢？伯父，对不起，我们有些冒昧，但是我们真的很需要那把剑，我们找了好久了。你是谁呀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随便把不三不四的人带回来。什么不三不四的人啊？他是我的朋友。朋友？是什么性质的朋友？哎呀，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！快把钥匙拿出来，我要去救人。哎，什么态度？不给！爸，你给不给啊？伯父，您逆向思维一下，这把宝剑在您这儿只有您一个人能观赏。但是如果您借给我们的话，就可以发挥它真正的作用。真正的作用？哦，你们俩拿着这剑，捯饬冒充《神雕侠侣》，闯荡全世界去啊？伯父，真的是救人救命，甚至可以拯救世界。你们当我是3岁小孩子，还拯救世界？那您再逆向思维一下，我们有没有可能要骗您的剑吗？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您不相信我，总得相信静静吧？她可是您女儿。女儿？她已经坑了我20多年了，我最不能相信的就是她。爸，我发誓，这一次她绝对不会坑您的。你拿什么担保？这样吧，我向来只相信自己家人。如果你能够成为我的家人，我就无条件的相信你。可现在你终究是个外人。如果你答应成为我的女婿，我就答应把宝剑给你。什么？好你个人心大土豆，你又想把我给卖了？你真当我嫁不出去啊？哎，丫头，你确定爸爸现在不是在帮你啊？我怎么觉得这你们俩误入歧途？伯父，我去，你还真的坑爹啊！不坑爹怎么办啊？我可不想强人所难。我没有，我只是……别指示了，走。那你爹怎么办？我刚学的晕血法，他一会儿醒了。走，快点去找保险箱去。